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Frankie。咁我係一個專業嘅舞蹈員，興趣咧就係室外活動啦。平時就中意跑步、踩單車。發覺身邊嘅朋友仔咧好多都有脫髮嘅問題，不論男士或者女士。我自己都擔心自己會有呢個問題嘅。咁所以我咁啱見到呢邊有呢個活動，所以就想過嚟試下。對於我嚟講，植髮係咩一回事？簡單啲講，喺你冇頭髮嘅地方植翻自己嘅頭髮就係植髮。你係有脫髮問題，你冇及早去根治嘅話，或者去醫治睇醫生去處理嘅，到咗你頭髮冇咗之後，其實佢唔會再生翻。我覺得植髮係165日嘅方法，唔需要再去諗我點樣去令到自己嘅頭髮更加多嘅增長。其實我而家脫髮嘅問題，我自己覺得我係呢兩個角落頭非常明顯㗎，我自己覺得。咁我自己同埋我都貪靚啦，我照鏡嘅時候都會見到呢個角落頭有少少光喎咁樣，咁我就好多時就會想用頭髮切梳啦，或者遮住佢，或者分界嘅時候睇下可唔可以中間分界會好啲啊。其實我有食過西藥，但係個問題就係脫髮區有啲頭髮已經冇咗，咁佢只能夠保住你嗰啲頭髮唔繼續甩落去。咁但係你冇咗嘅地方就係冇咗，只係可以幫到你唔繼續甩頭髮啦，個生長再好啲咯咁樣。但係佢唔可以喺冇嘅地方裏邊變翻做油。咁所以可能植髮係唯一選擇咁樣。身邊係有人講我有脫髮問題，佢哋一望，你好似有少少脫髮問題喎，係咪？即係呢啲位咧，咁我都就會講話，其實我年近40㗎啦，有頭髮會令到你後生翻，可能去翻30頭，差距嘅呢個10年其實差好遠。我有啲朋友可能同我一樣大，但係已經冇頭髮，睇落去就好似40幾、50幾一個中年阿叔咁樣。呢個療程希望見到嘅效果就係有翻實嘅頭髮，令到我睇翻落去都似翻個20尾、30咁樣嘅一個男士咁樣咯。療程前嘅心情其實我係有少少緊張嘅。點解？因為我知道打麻醉針唔痛，而我係一個好怕劇嘅人，其他都冇啊。OK， 我覺得應該好好。第一日做呢個手術嘅時候咧，我自己心諗打麻醉針好痛。我頂唔頂到啦？但係其實好搞笑，因為你係唔會記得嘅，變咗去到第2日，唔會覺得我又要重新經歷一次，冇呢個問題啦。個過程係冇乜痛楚嘅。手術嘅過程裏邊咧，醫生啦會不停咁同你傾偈啦，咁令到你時間覺得特別快啦。姑娘佢哋咧都會一路睇緊你有冇需要幫助。So far我就冇乜呢個問題啦，因為其實我第1日係真係一覺瞓就去到第2日啦。我覺得就慢過咗咯，同埋我唔會覺得自己着咁快，有件咁嘅事咩？就係咁。咁10日過去啦，咁我係超級期待嘅，因為其實你 feel 到啲頭髮已經喺你個頭皮度生緊出嚟，你覺得喺冇嘅嘢裏邊變成有啊而家，咁所以就係超級期待啦。途中裏邊我冇乜唔舒服嘅，血淋淋嗰啲情況其實都冇，完全冇唔舒服。康復我都算係比較快，預計本身係需要休息好耐嘅。其實我第3日已經好唔聽話咁周圍走，幾超出我嘅預期。我係植完髮之後，其實第3日就已經可以做嘢。醫生手勢掂啊，真係好好。不論我嘅植髮區同捐髮區，其實做完之後個感覺唔會俾人植過髮咯，完全冇呢個問題。呢樣嘢就好靠醫生嘅手勢，我自己覺得。其實點解要揀喺香港做返？因為其實我覺得手術之後嘅護理好重要。我有啲咩問題，我即刻就可以翻嚟呢個醫務所裏邊問翻醫生去幫我做翻個診斷。喺我自己心目中，香港嘅醫療水平係比較高嘅，咁所以呢樣嘢係好重要。咁其實我做完呢個植髮療程之後咧，最少後生咗5年先。期待喺6個月之後再翻嚟見大家嘅時候，我係後生咗10年，好重要。話俾你聽，40歲同30歲個差距就係10年，最少後生10年。6個月後我哋再見。